放个。嘿嘿嘿嘿。咱讲话哦，咱是漳州平爽的嘛，上早就咱咖喱番仔寮嘛。咖喱番仔寮哦。是哦。要做漳州社区嘛。漳州社区。要做漳州社区嘛。好。所以咱全省镇啊，送工地的拢几乎就是拢番仔寮漳州寮。真的哦。延平国小呀。延平国小啦。延平国小呀。所以要做漳州社区嘛。漳州社区。伊上早期就是两个兄弟啊嘛。用一成在底下开汤厂嘛。搁后底下咧烧肥啊，做田嘛。了后怎等迄边请数学老师就来囡仔上课。甲教迄边，迄种土位足济嘛。怎教迄边的老师傅请来台湾，请来教伊上工嘛。迄阵早期的上工是咧保护卫乡里的嘛。是过头啊，即么但就免啊，即么地啊都交代你。你咧即个叫什么地？了后不知即么我改了做庙的文化咧表演。是咧来。日本时代有重金团咧，可能重金团我敢有用这种东西，这嘛唔知。你像那是无，但是伊袂当互你像即摆安尼，遮尼开放。惊反复，惊错乱。对。这金钱那就拢爱没收的。当然啦。所以因迄阵咧做兵器，无可能做像安尼，互你因为有攻击性的，伊就无可能互你。伊无可能你使用，拢叫你做法嘛。是。有来专门团，伊个早期比日本时代较早咧嘛。是。因迄阵啊上港过来比日本时代较早。是。你讲的迄咖喱迄阵，迄是啥物？明朝时代啊，嘛毋是哦，清朝时代来。清朝时代。清朝时代来，漳州啦吼。好，安尼有较清楚啊，原来是漳州传。漳州啊。漳州的啦吼。对啊，因。即摆大陆拢无啊，真全世界除咱台湾有上讲尔。大陆无啊。无啊，因漳州都有，抑个本来抑个有一团啊。因漳州好在所以咱讲，我都开台兴旺嘛。开台兴旺就开漳兴旺嘛。开漳兴旺。都台湾讲嘛。毋过咱拢讲开台兴旺是正成功呢。无啦。开漳兴旺。开漳兴旺是靠做。陈元光陈元光迄是开漳兴旺，开漳兴旺，开发漳州的。对漳州来才开发的。是啊。应该请来才开发。是。这变安尼哦。漳州人是伫迄边啊，请过来这边。是。因为迄阵啊，大陆若要过来咱台湾是毋是爱经过湖水沟拢。是。拢迄是过，台湾海峡嘛，拢伫遐咧去嘛，足济拢伫遐咧去啊。所以因内面来拢会事先拢会摸因遐一尊神明，过来到保庇啊过来。所以因啊早期才会先到来，拢是毋是因咧砖头骨，就是家己遐摸过来。是。拢几乎拢是安尼啊。是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咱所拜拢拜600本。台湾。拢拜600本。足济佛在佛祖嘛呢。佛祖今是大陆就拜佛祖嘛是大陆的啊。大陆就拜佛祖嘛。对啊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对啊。咱拢讲观音佛祖呢。对啊，观音佛祖，佛陀山观音佛祖，嘛是大陆的啊。南海这个是。南海这个。清水祖师甲众生真有关系。无啦，清水祖师无啦。对啦。无登底树咧，登底树，这影响到边边啊。清水祖师。但是无一定讲你这阵新道，这回后台马所以嘛，你做送是，我要叫我到河湾乡。对啊。了河湾。了河湾乡。这河台马所。对啊，刚好有送到边边。对啊，伊个因为就是讲，我的主席虽然是查某的，但是我的部长，伊就要用。伊个部长咧用啊，上港就是电多元帅，当然伊个元帅，你爱形象，就是爱安尼啊，所以一定讲我的主席查某，我就袂当上当啊，对吧？你电多是元帅，你也无可能做主席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叫元帅袂当做主席。当然咯，你话你见元帅是话见元帅个，互恁家头啊。对。恁家孙兰强，是毋是我那后代？
前年些，但是这上港也，啊上港嘛是另外一件事，嘛算做伊个保障啊。哦，有上港管理。对啊，嘛算做伊保障啊。哦，你当然无可能还没登记登记啊。哦，这本来有这程序的嘛。哦，有个这样。哦，这个程序做的。根本咯。对啦。哎呀，对恁的征头来讲啊，恁的征头那上港今年了都好，啊，上港今更好，得到5亿奖诶。哦，连小东华文化艺术新传奖都5亿奖哦，为国家新传奖。哇，啊你念读台南迄种诶呢？无啦。嘿，啊无迄阵拢读商科较济。上课我做读什么呢？读英啊，你算要做生理的咯吼。啊，你唔能爱做到做生理的哦。无啦，哦，迄看，我今仔日学生出版社啊，安好咯吼，45890几。你台南市人呢？安和路呢？吼，45890几。哦，有咧出版儿童益智读物啊，各种畅销书、参考书，加用心啦。艺术袂当做饭吃。哦，安尼吼，艺术袂当做。艺术袂当做饭吃，这是讲对我这个兴趣，啊，这个传承。是啊，请你来早上钢琴来走外10外个间学校安尼。对啊，我即摆走到这啦，我较早走传承啊。哇，那个走到传承啊，可能这个原因会当得到新传承。传承啊呢，我今下走到金山呢。哦，金山。啊。中午走到南投水里玉峰诶，台中，我再搁来，我等金山国小，我就教人师啊，82年，就去伫啊。啊，毋是野柳好附近迄个金山国小，啊，我很有去安尼，嘿嘿，好，我有去参观野柳诶，对啊，有去迄附近遐见诶。是啊，哦，原来去到遐咧教咧哦，因遐有上钢筋哦。我只教人师。哦，教人师啦吼。好，啊，中部讲来讲家己安尼。啊，对中部我伫永安国小，西屯迄只永安。哦。即嘛迄个。最后很好咧教。要我教上钢筋。永安水骨头，遐叫水骨头。水骨头。西屯。有啦，我教人师啊。人师人灵跳过各种教。多沙地哦，多元化。哦，是多元化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南投水里玉峰迄，我也去教的。啊，来嘉义林森高中、玉山高中我拢教。啊，你讲迄阵，都拢几岁迄阵去教？啊，拢80几年，82、3年去读。哦，迄阵去教啦。啊，迄阵都40外岁，当咧用。哦，赚袂当，啊，开车拢开了偌少年。我去很多，我都无开车。啊，无坐火车啦。拢坐车去，啊，到现在。啊，拢住去啊。坐火车就。我拢住去啊。坐火车人来来。啊，住遐住一礼拜啊。一礼拜。哦，是。啊，你练是上几拢练咯？你啊，住去啊，住去我练。哦，是。啊，是你练几点钟咯？无啦，无要紧啊，我多。哎，忝啦。练2点钟。2点钟啊。啊，你是拢利用啥物课的时间来当练上？啊，对，应该礼拜体育课的时阵啊。哦。拜体育课啊。体育课的时阵。好，啊是拢拜5年哦。无一定啦，无。啊，无啥，可能5只。啊，至少2礼拜啦，应该是拢2礼拜。至少共5只，咱头共5只，只好人5只。对啊对啊，因为要比赛啊，所以我加强一个拜5安尼。哦，加强一个拜5好。啊，是4点练到偌济？5点半。哦，差不多啦。一礼拜练一间啦。现在按指导者。啊，不敢啦，我拢来限制袂较济。冇呀，确实。我来啊，武术动作较济项是安那教。所以
开始先打来都一片沙漠，要刚刚起来吼。哎，我唔爱管什么人面，什么军，我当时爱看啊，爱看啊，你对嘛？当然嘛是因材施用对嘛？你当然你大汉啊，夜灯街市，细汉啊，夜灯街市才合理的嘛。哦，你不可能讲细汉啊去夜灯街市，都街市都到尾未来啊。好呀，哦，你讲你真有下伊规矩的啊。啊，人咧真正上当天拢有咧点香点，有点出啊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有这什么意思？无啦，迄是安尼啦，因为通常那咱庙远迄种神明咧做做上当嘢嘛吼。啊，因为咱这伫学校内底，咱莫去动啊动个迷信啦，哦，莫去背啦吼。咱就当作让囡仔了解讲啊，咱就有这正华啊，有早期有这个树的存在哦。啊，以前这个宋江是在保卫乡里啊，到现在已经时代进步，用不着这种东西，所以我们是拿来庙会用表演，咱也可以用到啊，然后让你们可以了解台湾早期的文化历史的相关。对啊，这咱中华文化啊，卖去啊刻意讲哦，人家拜拜，人家懂什么也卖掉，哦，这回时代不一样，对，人回这个中间人是上基督教的，是啊，这咱为基督教就安尼，哦，所以我讲想讲无意了啦，无意文化安尼，对，是啊，我咧讲这讲安尼，你站在我们教育理想上去的，是啊，教育。那个可以，安尼好啦，安尼也较文明的讲多一个质量，哦，这是哎呀，我有挂碍呀，哎呀，是啊，无法度人去放开，对啊，啊，无咩团，好，哎，要讲连那个情况都骗，哎呀，好啦，咱两个人去啊，另外都骗嘛，哎呀，感觉囡仔咧记军事都好，所以记忆力较好。啊。低年级跟高年级毕竟有差别，一点物力都有差。啊，无动作安那比，先后顺序也可以。对啊。所以囡仔妈妈好，其他也是。本来这就是讲啊，囡仔有一个多元化，去活动者。哎，是啊。你啊，读较好，你所以嘛好吼。迄上时创造人无公平。对啊，一两点钟，一个对迄个20-30个安尼要教，按分进度表，一礼拜教啊，教偌济，第二礼拜教偌济。通常我讲无咧分进度表，我拢看了差不多，我就好累啊。哦，赞。哎呀，目睭看较紧啊啦。我无咧设定讲今天要练什么，明天要练什么。目睭看较紧。囡仔哦，你甲动作要重复哦，伊华为。哎呀，有影都对咧。啊，你啊，拄底下换一下新的，伊感觉很新颖。啊，咱做过西啊，咱知影。咱也学呀，西话，敢那个开这环境。哦，赞啊！拢共款。伊要爱学新的呢，有诶伊就无爱要学。啊，所以你一直甲重复，做遐反复伫遐，伊袂影响伊诶会力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哎呀，赞。所以你袂当按照我们的科目表。哦，好，赞。因为那这底下艺术诶，你。头这是死。对啦，这底下是那艺术诶，对咧。啊，所以啊，看因差不多咧，差不多会啊，没足钱，有啦，现在都。那就对。好，赞，安尼当学真济人，这感恩。然后，安尼好听，唔就拢爱到边啊过啊，是啊，咧许林生老师咧帮忙的啦。啦，好像有人有也看过咧做的，咱给你负责。教育行政。辛苦了哈。依在黄嘉林校长是专去这啦。大同，台南市的大路的大同。赞同，台南市的大同。安尼人稍较近。好。啊，大同文呢？是方便个。嘿啦，差这呢咯。赞。因为唔系做话就当代当安尼。4张就当掉啊。哦，4张当。你问我有咧亏啊？哦，是。我有亏人偷啊。啊，赞。真好。一年就4张。哦，就是4张。哇，我练得久啊。上个练啊练得久。哦，赞。哈哈，好消息。10月20到22年啊，中二体在表演的，他27日台南大学在比赛表演的吼，台南大学我当时讲
我研究台湾文化。